谁找不的？哦，为么我老婆也是你嘛？你咋弄了？那你都没有，我们那啥来问呀？你来的还不要来你钱啊？没？哦，为么了？我不要来，有点了米酒，他3年半打不了了，我们标，这个不。没我掉这个，没那个钱啊！我弄的，没那啥到我呀嘛，没那啥把咱买了就不拍我。那是你们啥呀？那是昨天听到，不还我了，现在早把钱钱买来，把钱买来就，没么的不，没么在这去，没么的不，我们不要那里，别人还加了些后面在经验在都发的，别人我们不要我瓜，没么怎么在这去。他这大人啥嘛了？这大把人钱，这大人那钱嘛，你这大人，都没嘛都，那我们当一个，我们这叫娘，跟他讲，哎呀，我3年半着嘛，咱们这个里皮不干嘛？就说就这讲的嘛，